最中意其實就係走廊個位，走廊去即係通睡房個位。咁我覺得佢好靚，佢用咗新嘅納米磚啦。咁因為我改咗房門咧，個房門對廁所咧個風水話唔好啊。咁啊整咗個納米磚，整咗隱藏門咧，我覺得做得幾靚咯個磚。咁我諗如果我第時會再裝修嘅時候，我都會翻你哋設計情報中心咯。揾你哋之前咧就其實揾咗另外一間公司上嚟睇嘅。佢話得啦，你放心啦，我會 manage 到佢100萬樓下咁啊。咁我就嚇咗跳我100萬唔使啊嘛，我哋家幾百尺。咁之後咧就再睇到你公司網頁，所以就上去公司嗰度去問一問咯。你話俾你聽點整咧，佢已經大概即刻可以俾到 budget 我咯，咁可以接受到啦，所以就決定揾你哋做咯。柴米油鹽各有所好，每個人對屋企裝修嘅要求當然有唔同嘅喜好啦。今日嚟到將軍澳呢個單位，睇下設計師點樣運用唔同嘅元素，為戶主建造符合佢哋全屋企人要求嘅單位。大廳整體感覺以白色同埋簡約為主，電視牆以仿文化石堆砌，加上呢幅藍天牆紙，俾人一種悠閒舒適嘅感覺。同埋有設計師咧就同我去買磚啊、買牆紙咧都好快。即係佢有佢嘅 idea 啦，佢話俾我聽要點樣。其實佢一設計就話要用呢隻牆紙，佢同我諗定㗎啦。但係如果有設計師咧，就佢有佢嘅 idea 咯。咁我好快1個鐘頭、1-2個鐘頭咧，我已經買晒磚、買晒牆紙啦，唔使嘥咁多時間，唔使咁攰啊。隔離嘅曲尺型組合櫃功能強大，唔單止作為儲物陳列，而且預留位置保留戶主原有嘅電子琴，係戶主其中一個最喜愛嘅地方。同埋個廳我本來有個鋼琴嘅，咁我就好壓定啊，咁就諗下我想買嗰啲新嗰啲數碼琴，咁睇下點樣擠，同我整個櫃咁擠咗去。設計師喺呢個位起咗個地台，唔單止符合翻戶主想要工人床嘅要求，而且便裝咗張電動嘅飯台，一物二用。飯廳嘅一邊做咗地台，增加儲物量，而飯台以電動機關隱藏，節省大量位置。咁樣嘅設計係為咗令到呢個地方可以作為工人房使用，所以上邊就裝咗燙簾，保持工人嘅私隱。鞋櫃嘅上邊做咗陳列櫃，而隔離嘅單車絕對係全屋嘅焦點。呢個單車架係設計師為咗戶主嘅仔特登喺外國訂翻嚟嘅，唔單止可以安放到單車，仲節省咗位置，令到佢成為咗大廳嘅巨型陳列品。最中意其實就係走廊個位，走廊去即係通睡房個位。咁我覺得佢好靚，佢用咗新嘅納米磚啦。咁因為我改咗房門咧，個房門對廁所咧個風水話唔好啊。咁啊整咗個納米磚，整咗隱藏門咧，我覺得做得幾靚咯個磚。設計師用最新嘅納米牆做呢個廁所嘅暗門，睇落就一幅過，完全睇唔出有門口㗎。走廊嘅位置同樣非常特別，設計師用咗全新嘅物料，叫做納米瓷磚，因為佢嘅顏色同埋一致性，唔單止令到走廊有延伸嘅感覺，而且完全隱藏咗暗門，令到整體有一體感。當初入咗房之後咧，嗰個磚咧，我哋喺度個工人喺度拖地吸塵啦，咁就俾嗰個吸塵機撞爆咗個磚啦。咁你哋公司都好好，即刻同我訂翻塊磚，咁都冇收我錢，同我換翻晒過去。好多時，譬如我做咗入咗去之後，我覺得又要譬如邊度塊補翻玻璃，又話剩翻啲乜嘢咧，咁你哋都即刻同我訂咯，都肯即係每日納我收錢咯。成個單位有3間房，大仔嘅房以地台鋪置咗成間房。設計上主要嘅功能係為咗陳列同埋儲物，同埋配合翻佢原本間房嘅電腦產品。細仔嘅房就同哥哥嘅房唔一樣啦，冇做到地台，主要係做咗陳列櫃啦、衣櫃啦同埋書櫃。牆身就選用咗不規則圖案嘅牆紙，有摩登時尚嘅感覺。主人房同樣以納米瓷磚做牆身，設計上亦以實用為主，選用咗好多木製家私，配合燈光，令到感覺舒適自然。咁譬如話有啲磚啊，我整咗文化石牆嗰啲磚咧，咁佢話喺上大陸啊，幫我買又平啲，咁就即係幫我慳翻啲錢。即係完全喺我個 budget 之內咯，佢都冇話另外再加錢咯。咁我諗，如果我第時會再裝修嘅時候，我都會翻你哋設計情報中心咯。
如果想了解更多，歡迎瀏覽 DIC 嘅網站。網站上面除咗有1000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同埋近2000個參考個案不斷持續更新之外，仲有大量真實設計同埋 3D 效果圖。DIC 嘅每項工程步驟都必須嚴格遵循3大國際 ISO 指引，當中包括質量管理體系、環境管理體系同埋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設計情報中心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進智工程有限公司，持牌進行相關嘅裝修同埋小型工程，而且 DIC 仲推出咗自家會員計劃 DPoints，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俾客人使用，只要登記成為會員，無論日後係自己裝修定係推薦親友選用 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 DPoints 積分。凡係 DIC 嘅舊客戶成功推薦親友開單，並且喺發票上面註明推薦人嘅姓名同埋 DPoints 會員號碼，喺裝修完成後，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 DPoints 積分添。就算推薦人未曾惠顧 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 DPoints 會員，而且推薦親友開單，並且喺發票上面註明推薦人嘅姓名同埋 DPoints 會員編號，喺裝修完成之後，推薦人都可以獲得 DPoints 積分。客人可以透過 DPoints 裡面嘅積分換領各式各樣嘅禮品同埋服務。而家就即刻成為我哋 DPoints 會員，一齊賺取無限獎賞。想知道我哋嘅工程限額滿咗未？咁就要睇下設計情報中心嘅 DIC 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啦。設計情報中心擁有自家設計師同埋裝修團隊，並唔係平台式經營，務求以準時同埋高質素嘅服務，令客人對我哋有更大嘅信心。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着緊每一個步驟，確保工程質量。每一個部門進行嘅每一個步驟都必須遵從我哋嘅公司管理文化，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 ISO 嘅指引。由於設計需時，為咗確保工程嘅質素唔受影響，所以設計情報中心唔會攬接工程，因此設有接單量嘅上限。每一位嚟到門市同設計師會面嘅客人，都可以由 DIC 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睇到工程嘅統計圖表同埋分佈地圖。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而家有幾多單負責緊嘅工程，所有嘅資料都係實時更新，顯示現有工程同埋上限嘅比例。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設計情報中心就唔會再接受新嘅工程，確保我哋嘅團隊能夠以最高嘅水準去做好每一單工作。正正係因為我哋有咁高水準嘅管理，以及堅拒攬接工程嘅服務精神，所以我哋先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嘅室內設計同埋裝修一條龍服務公司。設計情報中心引入咗最新技術 In-Ray Machine， 融合咗 AR 同埋 VR 嘅科技，輕鬆咁樣令大家可以更換室內環境裡面嘅裝修素材啦，同埋顏色，唔需要等收樓，設計師亦都唔需要再上單位度尺，更加唔需要再花長時間去等設計圖啦。嚟到 DIC 同設計師初次會面，唔使落訂，唔使等收樓，唔使上單位度尺，只要透過 In-Ray Machine， 單位間隔同埋家私嘅擺位都一目了然，仲大大減低咗溝通上面嘅誤會添。In-Ray Machine 引入 3D VR 技術引擎，配合埋 AI 智能設計系統，有多種風格同裝修物料以供選擇，無論係牆紙、油漆、地面、天花板都可以一鍵轉換，即時感受多種設計風格。就算有選擇困難都冇有怕啦。而且可以360度無死角視察單位間隔，調整視線嘅距離，就好似親臨其境一樣，漫遊單位，有一種更真實嘅視覺體驗。
如果想睇到更詳細嘅單位同家私設計，又想快人一步體驗全港首推嘅 In-Ray Machine 3D 單位設計，就要嚟設計情報中心揾我哋嘅設計師傾下啦。DIC In-Ray Machine 用想像見未來，快啲嚟設計情報中心優先體驗啦！